潛密弓姿勢與要求。二、鬆密處法和理。不限姿勢。密處亦稱海底、地戶。男子是位於陰囊與肛門之間，女子為會陰與肛門之間。它不是一個小點或在片的表面，而是一個體。其深度和廣度可連通小腹腔。它可以接受外界的刺乳，又可以由此攝取，再通透全身，直達地根或天根進行洗、吐故納新。它可以扣合人體先天氣、生前固有的生命能和後天氣、生後所具有的生命力進行能量運轉，可以助人，可以與天地交換訊息，取得能量，進而與宇宙同呼吸共命運。因而它是從人天相應駐守，取得人天效應，達到人天合一為目的的必由之路。體會密處是起機運行的主要通道和樞紐重地，但很不容易鬆開，被譽為天門。欲想鬆開它，必須理解和掌握鬆它的方法和適度。說是似尿非尿還不夠，方法是用意不用力，從下來之後，兩大腿裏側相當於祖國經絡學說中的陰蹺脈，有溫熱感，有輕微的電麻感，這是適度。剪位中與從密處上下配合而同步，陰陽交替之後即可體酥、深溶、拗桃，這是效果和目的。剪位中和從密處不限姿勢，可隨時隨地操練，要念之常想，在之常練，常聲聲，經常體察和保持氣感。剪位中和從密處是禪密五步功各功法的組成部分，均須有，是修煉禪密功中任何一部功法，包括第六步功人步，不可缺少的一種基本功夫。